武汉肺炎的疫情也未收煞，即马喙炎变做宝，特别抢市。中华有一间加油站头壳洗真紧，老早就注文上万的喙炎，用喙炎来提悬业绩。加油超过95%，就送10个活性炭的喙炎。另外鹿港也有护士下院要送喙炎，一个人限量5个，送完就无啊。嘉义阁有一间中国二手车行，准备5000个库存的喙炎要送给人。950块就送10个。普通加油站送的礼物，毋是矿泉水，就是卫生纸。毋过即马上夯的是喙炎。中华线西乡这间加油站，几个月前就订2万外袋喙炎要送给人客。若是加油加超过950块，就免费送10个活性炭的喙炎，摕到家属拢足欢喜的。这个最好用，很抢手啊！赶快来加油啊！因为春节工厂休困，喙炎欠货，四界拢因为要买喙炎排队排到足长的。加油站的业者提早做准备，真侪人拢为着要摕喙炎去遐加油，顺刷捡好康的。原本就有进这批货，只有一批而已，送完就没了。鹿港这间庙嘛真好心，免费送900袋喙炎给民众，一个人会当摕5袋，送完就无啊。我们好像里面还有一些，那就可以送给有需要的人。另外，嘉义这间中国车行，过年之前就用喙炎来当作宣传品四价送，到即马也阁有5000袋喙炎，拿到2500个，互老人养护中心甲社福团体，剩的2500个嘛免费送给民众，一个人会当摕2个。我那时候 idea 是想说我的宣传单怎么不被丢掉这样子啊，对结果没有想到派上用场。你的爱心的是袂歹啦。即马市面上喙炎一袋爱8块，若是欠货有钱嘛买袂到，所以免费的当然真受欢迎。毋过嘛要提醒，普通的喙炎毋是医疗级的，无一定会当防病毒。民众也是爱较接洗手咧，较莫去人济所在，才会当守护家己的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